美国芝加哥有一间动物园，最近一只海猪仔惊出事，生产的过程有另外一只母的海猪嘛来斗相共，全部拢互动物园翕落来。特别生产的海猪妈妈艾莉伫水池内烧来烧去，会当看到伊的腹肚已经通出一只海猪仔嘅尾流。It gets stuck there. Come on, Mama. 这只偏僻海猪规个生产过程，拢互芝加哥这个动物园的官方人员翕落来。You're doing so well. Keep going. That was good. Pus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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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ush. 工作人员伫边仔为海猪妈妈加油，声面中透露焦虑、佮欢喜的情绪。无偌久，海猪仔囝总算生出来。It's coming out. It's coming out. Yeah, and it's moving. Yes. Baby's going to the surface. 园丁守护还有另外一只经验丰富的海猪仔母，伊是艾莉的好朋友。伫艾莉经过1小时20分钟的生产过程中，一直地着无离开。海猪仔出事迄刻，扑出水面喘气的时阵，一只海猪仔母也缀伫后壁保护伊。工作人员讲，海猪仔即摆生产过程，充分展现出群居动物互相帮助的特性。海猪仔目前看来真健康，重大约16公斤，身长大约115至120公分。目前伊已经会晓对母亲顺流收水，安尼伊刷叮当的时较袂吃力。刷落来远方的密切监测，伊伫食冷加收水等方面的进展。公司新闻在回应编译。